哦，盐水桥南老街。哦，还有金港，还有金港。哦，打铁铺，再过那个桥哈，右边那个200多年的打铁铺了，全力行打铁铺了。哦，哎，古代已经八景之首了，兴隆水业了，这兴隆桥啦，桥南老街了。他听那李先生老板李一南先生说，那个旧地名叫过港了，贵港了。看这里有大水沟呢，古代那个月津港的码头，月津港码头就在这附近。远方一点呢，远方一点就是大众庙那边，那个就是船入港的地方了。